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實際，但係又經常俾人忽略嘅話題。喺今時今日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每個人都想揾快錢，打開手機，滿屏都係教你點樣捉住下一隻爆升股，點樣透過加密貨幣一夜暴富，或者係邊個板塊即將要炒起。但係你有冇發現，聽得越多呢啲消息，個人就越焦慮。每日朝早9點半等到下午4點，個心跳跟住股價上上落落，賺咗少少就心紅，蝕咗少少就瞓唔着覺。究竟投資係為咗令我哋生活更好，定係為咗增加我哋嘅煩惱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樸實，但係威力無窮嘅策略。個主題就係月供戶唔使睇市都可以發達。熊市來臨究竟需唔需要清倉？同埋到底咩人最適合呢種投資方法？如果你覺得自己喺股市入面兜兜轉轉咗好耐，都係得個吉，或者你想為自己嘅退休生活鋪路，但又唔想花太多時間研究股票，咁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就係點解我哋要揀戶，即係追蹤標普500指數嘅 ETF。好多新手朋友可能聽過個名，但未必真係明白背後嘅邏輯。其實買戶唔係單純買一隻股票咁簡單，你係買緊成個美國國運，買緊全地球最強大嘅500間上市公司嘅盈利能力。試諗下，如果你要自己去揀股，你要睇財報，要分析邊個 CEO 做得好，要擔心邊間公司會做假數，又要驚邊個行業會被淘汰。但係標普500指數有一個非常強大嘅機制，就係汰弱留強。表現唔好嘅公司，市值跌得太低嘅公司，就會被踢出個指數，然後換一間更有潛力、更賺錢嘅新公司入嚟。即係話，指數公司已經幫你做咗最難嘅篩選工作。你揸住戶，就等於揸住美國最強嘅500間企業，好似蘋果、微軟、亞馬遜、谷歌呢啲巨頭，全部都係你嘅打工仔。只要人類社會繼續進步，科技繼續發展，經濟活動繼續運行，這500間公司作為火車頭，佢哋嘅股價長遠嚟講一定係向上嘅。這就係我哋投資戶最大嘅底氣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既然戶咁好，咁我係咪應該一次過掃 hand 買入去呢？定係應該等佢跌先買呢？呢度就涉及到今日嘅核心操作策略，月供，或者專業啲講叫平均成本法。點解我強烈建議月供，而唔係一次過買入或者嘗試去捕捉低位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哋係人，唔係神，無人可以準確預測股市聽日係升定係跌。好多人以為自己可以低買高賣，但事實上，絕大部分散戶做嘅都係高追低殺。當股市升到大家都好興奮嘅時候，你驚執輸，於是衝入去買，結果買喺山頂。當股市大跌，新聞鋪天蓋地都係負面消息，你驚個市會歸零，於是恐慌性拋售，結果賣喺地板。這就是人性。而月供戶最大嘅好處就係幫你克服呢個人性弱點。無論個市升定跌，你每個月固定時間，譬如每個月嘅1號，固定金額，譬如1萬蚊，機械式咁買入。當股價升嘅時候，你買到嘅股數會少啲；當股價跌嘅時候，你同樣嘅錢可以買到更多嘅股數。長遠拉平均嚟睇，你嘅成本會被攤平，你唔需要再擔心今日買貴咗，定係聽日會更平。你嘅情緒會變得非常平穩，因為你知道，無論個市點樣波動，你都係按照緊自己嘅計劃行事。跟住落嚟，我要講一個好多人心入面最大嘅恐懼，亦都係標題入面提到嘅重點：熊市來臨要唔要清倉？尤其係經歷過2022年或者2008年嘅朋友，肯定對那種資產縮水嘅感覺記憶猶新。打開賬戶，見到自己辛苦儲落嘅錢少咗20%，甚至30%，個心真係會離一離。這時候，身邊肯定會有好多專家跳出嚟同你講：快啲走啦，現金為王啊，經濟大蕭條要嚟啦。於是，
好多意志唔堅定嘅投資者就會喺這個時候選擇清倉，諗住等個市跌定咗再買返。但我同你講，這係投資負最錯誤、最致命嘅做法。點解咁講？首先，我們要明白，熊市係股市嘅一部分，就好似一年有4季一樣，有夏天就自然有冬天。如果你因為冬天凍就將間屋賣咗，咁夏天嚟嘅時候你住邊度？歷史數據話俾我哋知，美股雖然會經歷熊市，但牛市嘅時間往往比熊市長好多，而且牛市嘅升幅亦都遠遠超過熊市嘅跌幅。如果你喺熊市清倉，你實際上係做緊兩件非常危險嘅事。第一，你將賬面嘅虧損變成咗實際嘅虧損。只要你唔賣，股價跌只係數字遊戲，你手頭上持有嘅股數冇變過，這500間公司依然喺度幫你賺錢。一旦你賣咗，個虧損就實實在在發生咗，冇得反轉頭。第二，你極大機會會錯過反彈最勁嗰幾日。根據過往幾十年嘅數據，股市大部分嘅回報往往係集中喺極少數嘅日子入面完成嘅。這啲日子通常就係發生喺市場最恐慌、跌得最殘之後嘅報復性反彈。如果你喺低位賣咗，想等更低位再買，通常嘅結局係眼白白睇住個市 V 型反彈，升穿你嘅賣出價，然後你又唔忿氣追反，結果就係踏空。所以面對熊市，正確嘅心態唔係驚，而係應該興奮。你要將熊市想象成係百貨公司大減價。平日如果你見到自己中意嘅名牌手袋或者波鞋打7折、打8折，你會點做？你會唔會話：哎呀死啦，啲貨平咗，我唔買啦，我要等佢變返原價先買？肯定唔會㗎嘛。你會即刻掃貨。咁點解去到買股票，見到優質資產戶打折嘅時候，你反而要走呢？如果你係月供緊嘅朋友，熊市其實係你嘅好朋友，因為喺熊市期間，你每個月嗰1萬蚊可以買到更多嘅份額，這就係所謂嘅儲儲埋埋。等到牛市一嚟，這些喺低位買入嘅平價貨就會成為你財富增長嘅最大動力。所以記住我一句說話，熊市絕對唔好清倉，反而如果有額外嘅閒錢，應該要加大力度去買。堅持月供，越跌越買，這先係長期贏家嘅思維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想知，到底堅持月供戶長遠嚟講可以帶嚟幾多財富？我哋唔講太複雜嘅數學公式，用一啲簡單嘅數字嚟感受一下複利嘅威力。假設你而家30歲，每個月可以儲到5000蚊港紙用嚟投資戶。根據過去幾十年標普500指數嘅歷史表現，平均年化回報率大約係8%到10%左右。我哋保守啲，用8%嚟計算。如果你由30歲開始，每個月雷打不動咁供5000蚊，供到你60歲退休，這30年期間，你總共投入嘅本金係180萬。但係你估下，到咗你60歲嗰陣，你個戶口會有幾多錢？答案係大約750萬。你冇聽錯，係750萬。其中只有180萬係你嘅本金，其餘570萬全部都係複利帶俾你嘅回報。這就係時間嘅魔力。如果你有能力每個月供1萬蚊，咁到你60歲嘅時候，你就會擁有1500萬。這筆錢足夠讓你過一個非常有尊嚴、非常舒適嘅退休生活。而且你要留意，這個計算仲未包括股息再投資，戶係會派息嘅。雖然息率唔算特別高，大約係1.幾到2左右，但係如果你將每次收到嘅股息都再買入戶，這就是所謂嘅利搭利，你嘅最終回報會更加驚人。好多人覺得8%或者10%嘅回報太慢，嫌棄佢唔夠刺激，佢哋想一年翻倍，想一個月賺50%。但係我想問下大家，巴菲特之所以係股神，唔係因為佢有一年賺咗幾百倍，而係因為佢可以連續幾十年保持20%左右嘅複利增長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，能夠做到長期穩定嘅8%至10%，其實已經贏過絕大部分喺股市入面殺入殺出嘅散戶。
所謂財不入急門，想快，往往最後係最慢，願意慢，反而最後會行得最遠。咁究竟會適合咩人長期投資呢？我會將人群分為幾類，大家可以對號入座，睇下自己屬唔屬於其中一類。第一類係最常見嘅，就係工作繁忙嘅打工仔或者專業人士。如果你係醫生、律師、工程師，或者係朝九晚六甚至更夜嘅上班族，你本身嘅主業已經好忙，壓力好大。你放工返屋企只想休息，陪下屋企人，或者做下運動，根本冇時間再去睇財報、睇 K 線圖、聽財經新聞。對於呢類人，WOO係完美嘅選擇，因為佢完全唔佔用你嘅時間。你只需要設定好銀行嘅自動轉賬，每個月由出糧戶口自動扣錢去證券戶口買入，搞掂。你唔使理會聯儲局今晚講乜，唔使理會中東局勢點樣，唔使理會邊間公司業績暴雷。你可以將所有精力放喺你嘅主業上面，努力升職加薪，增加你嘅本金，然後讓WOO喺背後默默幫你錢搵錢。這係性價比最高嘅生活方式。第二類係對個別股票風險承受能力低，但係又唔想做定期存款嘅人。好多人知道通脹猛於虎，將錢放入銀行做定期，雖然好安全，但係購買力會不斷被通脹蠶食。佢哋想投資，但係又好驚買中一隻股票會暴跌50%甚至清零。買WOO就剛好解決咗這個問題，因為你買嘅係500間公司，就算其中一間公司執笠，對成個指數嘅影響都係微乎其微。你分散咗非系統性風險，即係個別公司經營不善嘅風險，你只需要承擔系統性風險，即係成個市場一齊跌嘅風險。而正如我剛才所講，系統性風險係可以透過時間去化解嘅。所以如果你個心臟承受唔到單一股票嘅大起大落，WOO就係你嘅避風港。第三類係有明確長期財務目標嘅人，譬如話想為自己準備退休金，或者為仔女準備教育基金嘅父母。這類目標通常都有一個特點，就係時間跨度長，可能係10年、20年甚至更耐。對於咁長嘅投資年期，波動已經唔係風險，永久性虧損先係風險。WOO喺長週期入面提供咗極高嘅確定性，你可以好有把握咁預算20年後你大概會有幾多錢。相反，如果你將仔女嘅教育基金拎去炒妖股，或者買一啲前景不明朗嘅個股，萬一到咗仔女要讀大學嗰年，剛好隻股票跌咗90%，咁你點算？所以，對於有剛性需求嘅長期資金，WOO係最負責任嘅配置。第四類係追求快嘅運動嘅朋友，即係 financial independence、retire early， 財務自由提早退休。快嘅運動嘅核心理念就係累積一筆足夠大嘅資產，然後靠資產產生嘅現金流或者資本增值來覆蓋生活開支。WOO係快社群入面最受推崇嘅工具之一，因為佢簡單、透明、低成本。WOO嘅管理費非常低，只有0.03%，而且歷史回報穩健。你可以好容易計算出你需要幾多本金，然後利用4%法則去提取生活費。對於想提早退休嘅人嚟講，穩定性同可預測性係最重要嘅，而WOO完美符合這兩個條件。當然，講咗咁多好處，我都要講下投資WOO可能遇到嘅心理障礙。這亦都係點解咁簡單嘅策略，但係最後真正發達嘅人唔多嘅原因。這就係悶。係啊，真係好悶。月供WOO嘅過程係極度枯燥乏味嘅。你冇得同朋友吹噓你今日捉到隻漲停板，你冇得喺飯局上面高談闊論分析市場走勢，你甚至幾個月都唔會打開個股票 app 一次。你會覺得自己好似同個市場脫節咗咁。當身邊嘅朋友炒幣賺咗幾倍，當新聞講緊邊個板塊熱炒，你會好容易產生動搖。我係咪太保守呢？我係咪錯過咗發達嘅機會呢？我係咪應該拎少少錢出嚟搏下呢？一旦你有這種心態，你就開始危險啦。因為好運唔會一直眷顧你。當你開始偏離月供WOO嘅軌道，去追逐熱點，
你往往就會成為被收割嘅韭菜。所以，投資戶最難嘅唔係技術，而係耐性，係你要能夠忍受悶，你要能夠延遲滿足，你要能夠在別人貪婪時保持冷靜，在別人恐慌時保持堅定。這係一場同自己人性嘅修煉。另外一個常見嘅問題係，而家美股係咪太高啦？係咪應該等回調先開始月供？這個問題喺任何時候問都有人答係。2015年有人問，2018年有人問，2020年有人問，2024年依然有人問。如果你在2015年覺得高而唔買，你錯過咗過去10年嘅大牛市。事實係，優質嘅資產股價創新高係常態，因為企業嘅盈利在增長，通脹在推高名義價格，股價自然會不斷破頂。如果你一直等一個完美嘅入市時機，你可能一世都等唔到。最好的總數時間係10年前，其次係而家。月供嘅精髓就係模糊擇時，你唔需要理會而家係高位定低位，只要你嘅投資年期足夠長，現在嘅高位可能就係10年後嘅大底。試諗下，2013年標普500指數突破1500點嘅時候，都有人話係天價，但係對比而家5000幾點，1500點簡直係地板價。所以唔好再問而家買遲唔遲，只要你今日開始，就係最早嘅時候。再深入啲講，除咗心態，我哋都要講下實際操作上有啲咩細節要注意。雖然我哋講月供戶，但其實市面上仲有其他類似嘅選擇，譬如 IVV 或者 SPY， 佢哋都係追蹤標普500指數。點解我哋成日講戶呢？主要係因為 Vanguard 這間公司嘅理念比較特別，佢係由投資者共同擁有嘅。所以佢有好大嘅動力去幫投資者慳錢。戶嘅管理費係 0.03%， 而 SPY 係 0.09% 左右。雖然睇落去小數怕長計，但係如果將時間拉長到20-30年，這少少嘅費用差距都會對最終回報有影響。所以對於長線持有者嚟講，戶或者 IVV 通常係比 SPY 更好嘅選擇。當然，如果你係做期權操作或者短線交易，SPY 嘅流動性會稍微好啲，但既然我哋今日講嘅係長線月供，咁戶絕對係首選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關於匯率風險。對於我哋身處亞洲或者非美金地區嘅投資者嚟講，買美股要考慮匯率問題。好彩嘅係，港幣同美金係掛鈎嘅，所以香港朋友買戶基本上唔需要太擔心匯率波動。但係如果你係用其他貨幣，譬如台幣、日元或者歐元，咁你就要明白，你嘅回報除咗睇股價升跌，仲要睇美金嘅強弱。不過，從資產配置嘅角度嚟講，持有美金資產本身就係一種分散風險嘅手段。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，喺全球經濟動盪嘅時候，往往有避險作用。所以，透過戶持有美金資產，其實係幫你嘅財富加咗一層保險。講返轉頭，有啲人會挑戰話，如果美國國運衰退咁點算？如果美國唔再係世界霸主咁點算？這個擔憂係合理嘅。任何帝國都有興衰，但係我哋要睇數據同現實。目前為止，美國依然擁有全球最強嘅科技創新能力、最完善嘅金融法規、最強大嘅軍事力量同埋最有利於商業發展嘅環境。全球最頂尖嘅人才依然係湧去美國，就算美國嘅地位會下降，這都係一個非常漫長嘅過程，唔係3-2年就會發生嘅事。而且標普500指數入面嘅公司好多都係跨國企業，蘋果嘅手機賣去全世界，可口可樂全世界都飲緊，麥當勞周街都係。這些公司嘅收入來源係全球化嘅，就算美國本土經濟放緩，只要全球經濟仲增長，這些公司依然可以賺錢。所以買戶唔單止係買美國，其實係間接買緊全球經濟嘅增長。如果你真係好擔心美國單一市場嘅風險，你可以考慮搭配一啲非美市場嘅 ETF， 譬如 VXUS， 或者直接買全世界股票嘅 VT。但係從過去10幾20年嘅表現嚟看，美股依然係回報率最高、
抗跌力最強嘅市場。喺可預見嘅將來，我看唔到有咩市場可以完全取代美股嘅地位。另外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身邊嘅真實故事。我有個朋友，叫佢阿強啦。阿強係2015年開始工作嘅，嗰陣時佢聽我講，每個月拎3000蚊出嚟供戶。當時佢都半信半疑，覺得3000蚊做得啲咩，不如拎去買波或者食餐好嘅。但他最後都係堅持咗落嚟。去到2018年貿易戰，股市跌，佢好驚，問我使唔使賣。我話唔好賣，繼續供。去到2020年3月，疫情爆發，美股熔斷4次，阿強嚇到面都青埋，打俾我話今次真係世界末日啦，我個倉冇咗30%，我唔玩啦，我要拎錢走。我喺電話度同佢傾咗好耐，我同佢講，你而家買就係真輸，你而家每個月3000蚊可以買到平時2倍嘅貨，這是千載難逢嘅機會。好彩阿強最後聽咗我講，無賣，甚至喺低位加咗碼。結果點樣？大家都有目共睹。2020年之後個市升到飛起，到咗今日，阿強個倉位嘅回報已經翻咗倍有多。佢而家逢人就講月供戶嘅好處，佢話最正嘅唔係賺咗幾多錢，而係佢呢幾年瞓得好安樂，完全冇因為股市波動而影響心情。佢用這些時間去進修，工作上都升咗職，這就是月供戶帶俾佢嘅雙重回報，財富嘅增長同生活嘅質量。所以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，月供戶唔係一個令你一夜暴富嘅方法，但係一個令你慢慢變富，而且極大機會成功嘅方法。佢適合絕大部分普通人，無論你係剛出社會嘅後生仔，定係準備退休嘅中年人，無論你係大忙人，定係投資小白，只要你相信人類社會會進步，相信複利嘅力量，並且有足夠嘅耐性去對抗人性嘅恐懼同貪婪，戶都會俾到你滿意嘅回報。面對熊市，記住唔好清倉，要視為特價時段，堅持供款，唔好去估頂估底，唔好被市場嘅噪音干擾。最後，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，投資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100米衝刺，贏家往往唔係跑得最快嗰個，而係能夠一直跑落去，跑到終點嗰個。希望大家都能夠揾到適合自己嘅節奏，喺財富自由嘅道路上穩步前行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影片對你有啟發，哪怕只係少少，都希望你可以幫我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並且將這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仲喺股海浮沉嘅朋友。我哋一齊慢慢變富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